大家好，又係我布丁啊！今日帶你去到柴灣由太古地產興建嘅海德園，呢個單位573尺，2房1套，帶嚟睇下啦。一入到嚟個廳，布丁都係嗰句啦，好四方，好闊落，好闊落，已經客廳同飯廳都分明晒㗎啦。呢度擺張梳化，前面擺個電視機。過到嚟呢邊擺張長方形嘅食飯台，擺4張凳喺度，一家人一齊喺度食飯都得啊！呢度做咗個開放式廚房，全部都會用上米蘭名牌嘅，有電磁爐啦，有蒸焗爐，咁洗衣機喺呢度啦，雪櫃喺呢邊。咁發展商都好細心，做晒好多櫃，可以放到好多嘢，啲櫃全部都好深，其實好實用噶。布丁最欣賞就係佢隔離有一個半透明嘅櫃啊！呢度仲可以擺好多紅酒杯，布丁最中意買杯啊，碗碟，全部都可以放晒入嚟啊！跟住落嚟就由我帶你哋過嚟臥室嘅部分落嚟睇一睇，先睇主人房。呢個主人房咧，長深就3.2米，闊咧就2.4米左右。咁就呢邊仲有一個向北嘅通風窗，再加埋呢一個工作平台。咁得閒喺出邊睇下景，同埋開下窗攞嚟通下風咧，都好好嘅。咁呢度可以擺床啦，咁呢個位可以擺衣櫃啦，咁就都好 standard 啦。再過到嚟主人套廁呢一度，呢個鏡櫃咧，我諗女士啊、男士都會十分啱用嘅。咁呢邊可以擺啲大型啲嘅，可能止汗劑啊，或者沐浴露啊，而啲好，繼續。咁除咗上述講到呢度嘅好細心嘅配置之外啦，咁太古出品嘅嘢都十分之一流嘅精品級別。咁可以見到啦，呢度除咗有埋呢個沐浴露架之外咧，咁佢呢個係毛巾架，呢個係毛巾。除咗頭先提到發展商設計嘅細心位之外咧，可以睇到啦，太古地產呢一個發展商咧，都係十分之老牌，同埋做啲嘢都係十分之精品嘅。可以見到呢個浴缸咧，都係雲石紋啦，成個格調都係十分之有格局，同埋十分之高雅嘅。再加埋呢個毛巾櫃啊，呢個沐浴露架嘅設計咧，咁其實成個配套咧都十分之充足，一應俱全嘅。再過到嚟客房嘅部分啦，可以見到呢一個客房嘅深度咧就大概2.3米，闊度咧就大概2.1米左右。咁成個開積都十分之方正同埋傳統嘅，咁好適合一啲單身貴族啦，或者年輕情侶去住嘅。咁呢間客房可以攞嚟做書房又得，梳妝間都得嘅，十分之適合。如果你哋都想睇位於柴灣港島區，仲要唔使15,600蚊1尺嘅海德園，即刻快啲聯絡我哋啦！